件是非诽谤，是我完全关起来，拢无去开口，安尼嘛对不对？其实喙若开了好，会当成全咱道人，对不对？嘛会当甲这片道场愈推广愈方便。所以成嘛有可能是言，败嘛有可能是言，对不对？成甲败关键伫咱一念之间，吼。若讲着要开喙啊，咱甲要讲话啊，因为咱大天宣化，要度人成全人，咱着把握这种原则。这种原则，孔夫子甲咱勉励，叫做不失人、不失言的智慧，吼。经典上《论语》是安尼讲的吼，叫做可污言而不污之言，失言；吼，不可污言而污之言，叫做失言。若有智慧的人，不失言，搁哪不失言。哦，伊咱修道人讲，咱开喙，主要是要度人，要成全人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度人成全人，有的人是行不言之教，用伊的身躯。就度足侪人啊，人就看到伊个人来，哦，够欢喜，足慈悲，都毋免开喙，人就感受足侪。毋过大部分咱拢爱行言之教，甲开喙要度人，咱要安怎讲，是种需要思考的智慧。第二，爱看即个人，即个时敢敢甲讲，要讲什么款的道理，伊可能听较会哈。咱来首先小可了解思考者，敢是安尼？吼，有的人，伊可能初学，咱要甲成全，敢袂晓讲足深，伊拢听拢无的道理，其实无必要，对不对？吼，会知咱有讲过即个观念。毋过伊已经学习到足侪档啊，你拢搁甲讲甲迄足粗浅的，伊拢无法度继续进步啊。道理就安尼听啊，学啊，学到一种瓶颈啊，即个时阵伊需要啥？需要较好的赞助的智慧来甲开启伊的心性，哦。我今日尔讲，迄叫做法界的无共，法界无共，伊其实嘛慢慢来进步，对不对？哦，毋过咱定伊也无说伊犯一种错误，就是讲，希望即个人才对头到尾拢来伫咱的班。毋过即个班已经听10档啊。啊，拢较讲的嘛，差不多一款的道理，咱无放心甲伊送互搁较悬的赞助去学习，安尼嘛可能是种失言的错误。哦，因为互我捌听前人遮讲，有做着前辈遮入班入了，拢会讲一句话，较讲啊遐，较讲啊遐，其实代表伊道理听到某一种赞助了，拄着瓶颈的感觉。咁，啥物物件会当互伊去进修学习了，伊感觉讲哦。原来佮足侪道理、足侪智慧会当学习的，道理万底深坑嘛，愈了解就愈会感叹。毋过若较听较学，拢迄个足简单的物件，伊就可能拄着瓶颈。啊，若初发的人，你若讲啊伤深，伊佮听无，伊会退字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讲啥物款的道理，还是互即个道真适合听做班。迄种无失言的智慧，其实咱来主办的思考。啊，若失言呢，即个人我就足想要甲度的。毋过咱无去甲考察伊是敢有适合度，有2种情形无适合度啦。安怎讲呢？伊若足着相的，足爱外表迄个物件，要叫伊来听咱这新型的道理，伊可能无法度了解。啊，就硬要甲度，其实足歹摕的。咱硬要甲成全，结果2个人的关系安怎煞拍歹去？是因为伊的智慧啊，佮无落听咱讲的道听接受啦。哦，毋知互我咧，比如注意一件事，咱了解。第二种的失言，就是即个人的品行其实无好，表面上来，你招我去求道，我拢袂，其实伊后壁有伊的目的的，伊可能要来趁道中的钱啊，吼，借道中来趁钱，借道中领有目的的，啊，咱无查，咱就甲导入来，甚至导入来发觉讲伊心术不济，咱嘛无甲安怎，甲纠正，
甚至呢啦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互伊进行迫害道场的行为，结果就安那道场就乱去啊！吼，有咱定咧讲，一颗老鼠屎，有可能安那坏了一锅粥啊！遇到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入来道中，有可能造成道中的纷纷扰扰。所以咱要度人的时，嘛要注意，像即款的人，咱甲度嘛是失人，对不对？该度无度的人嘛是失人。当然，我咧讲，咱就道理足清楚。迄分寸啊咧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我看你即个人品行吼，无到19分，我无爱甲你度，安尼敢好？咱家己可能嘛无60分，吼。啊无，到底啥物个分寸啊咧较对呢？其实学校嘛无一定的答案，只是互咱大家共勉。明明知影即个人已经无哈，咱就骂。明明知影即个话讲了无结果、无效果，是歹的效果，咱就莫讲。安尼讲好，尽量来互相勉励吼。这是一段智慧，吼，我感觉会当来做参考的。第三段智慧叫明铁保身、无事无争的智慧。啥物叫赢者保身？你中庸27章，吼，这段，我相信做者真人读过，互我台语无介好吼，只要注意这样，做伙读较好，吼，咱用台语读讲吼，来，互我起一个音吼，事故吉祥不骄，为下不违背，各有道其言足以行，各无道其愿为力足以用。是愿记名请铁以保其身，吼，这个铁就是一种铁理，那像因果关系安尼。了解这种铁理的人啊，做了对，伊就得到好的结果。啊，若无了解这种铁理，学袂做，伊就得到无好的结果。为人处世，足侪人其中去体会，啊，要安怎做，较会当。伫即个世间得到一个安全、无危险的即种结果，其实历史以来，足侪有智慧者拢咧体会即种道理。吼，中用甲即种道理简单用即几句话来讲，人有时甲位的问题。第一叫位啦吼，身份，咱若吉祥，咱会容易犯一种过错，就是骄。啊，你若对部下骄，部下敢会服来？就袂服来。简单啊，我讲，咱工课做袂出去，对不对？啊，若做人部下的人，咱会容易犯一种问题，就是不听话、袂服从、袂顺从这种的问题。为虾米？我看顶死也无解决，为啥伊要甲我指挥？伊要甲我下命令？啊，人足奇怪吼！你若甲我讲话较客气，我就懵做；啊，若讲迄个话，咱像咧下指令啊，就无啥欢喜做。这种心理会造成咱对顶司袂爱配合。毋过这种做法够智慧，做顶面人会骄，做下底人无爱服从。这拢是无智慧的，叫做无明铁。无明铁的会去用安那修理，啊，无人会甲你安那，甲你背叛，诸如此类的这种现象，是毋是？啊，有顶下嘛有前后，以咱道中来讲，前言者甲后合的关系要安怎才会当安那和谐相处，争拗安那？会当连成一气，迄嘛是一种铁理。了解这种铁理，咱就会当争拗、顶下和合咧做代志，合来同修共办。当这上下争拗拢会当合，大家会当一心一致，道路就会当方便，是毋是？毋过，有足侪人有即个位的时，伊煞不了掌握即种铁理，所以就产生上下争拗、袂合、袂团结，
甚至互相批评、互相诽谤。有权利的人就欺负迄无权利的，对不对？无权利的人就安怎做表面、做应付的工作。这是就位这个地位来讲，若就时咧，时运有当时国家有道，有当时国家无道。若以人的命运咧，有当时我是成功发达的时阵，有当时我是失败咧衰运的时阵。当我是衰运的时阵，咱着爱安怎？较内敛诶。较守的，对不对？若安尼成功的时阵呢，有当时得意的安怎忘形，迄是咱个人的时运，咱着爱去掌握这种时运的差别，知影爱家己掌握相关的铁理，才当保身。若以道场来讲，有啥道场足团结，气氛足好，有道足方便的，安怎大安怎办拢足兴的吼。足顺利的，这个时阵即款的道场，就爱安怎？会当好去甲做，就爱做，对不对？这个时阵该讲该做就去做，安尼可以兴嘛。这个时运应该好办好去导人爱去做加咱都家己揪起来，拢唔讲话，拢唔做代志，安尼敢对？安尼不足以兴，敢对？该讲话该做，煞唔讲唔做，变哪兴？就袂兴啊，对不对？搁无道，道场气氛无介好，人甲人袂合好，是非有够多的时阵，该安怎？沉默，少说是非的话，少开口，对不对？默默的去做，较是有智慧的人。或是以即句的道理来甲咱做分享，敢是安尼？咱会当明白着即种铁理啦吼，上下前后时运的掌握的铁理，咱拢会当了解。安尼咱就当保身。以道场来讲，就当保慧命；道美就当延续。咱何老前人当初要甲道带来这台湾的时候，先到迄个时运是道。有道吗？还是无道的时阵？无道的时阵，道运敢好的时阵，无好的时阵。好老前人讲好我嘛来顶劫好吼，对嘛？安尼咁好。有人爱去顶劫，嘛爱有人爱去做啥物？延续道美的工作。迄个时阵，好老前人有四界去拍拼去甲道务风电去送，唔敢，因为时运太危险诶，爱藏，是不是安尼？当一年过好老前就一个开幕，伊应该爱出来安怎办所以伊来到台湾，伊就开始要推。当然，推动的过程，头前是真辛苦、真歹杀，对不对？不过骹步若踏实在，有缘的人慢慢会靠近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应该伫咱好老前人一步一开的办道。风掌之下，就安怎愈来愈疯癫。毋过若疯癫呢，就招来考验。真道就安怎真诽谤。官考也好啦，规个道美道务足疯癫的。听讲咱有半壁江山。当应该有半壁江山的时阵，毋知有人会察觉到。树大招风，毋知有人会当知影未来迄个会分裂无？迄阵拢无啥物人察觉，对不对？毋过老前人察觉的，老前人开足侪班，后来集成一本书，叫做《历史》，对不对？历史内底有足侪老前人，即阵就感觉到形艺有危险，形艺有可敌的迄种感觉。所以然后去研究啦应该当体会互我即种的解说毋过好老前人，伊有法度改变这一切，这叫做时运。应该对开始到兴旺、树大招风，其实就种下一个
必然的考验的局势出来。毋过，这个考验就要考行业的道亲有显出迄种智慧无？有法度伫这么严重的考验内底过这个关卡落。可惜千呼万唤，行业无法度避免这种局势，对不对？时运佫一档过，别基美愈来愈发展，咱行业煞渐渐没落。如今的咱拢是行业嘛吼，我们新艺人看到新艺的道脉道物这么的低迷衰落，咱来提出什么款的智慧诸先人？要安怎做，较叫做明天保身？你安怎做，较叫会当甲咱道脉继续保持？诸先人，咱敢有捌想过这个问题？哦，有没有想过哪种好？咱来互相勉励，互较希望，咱去一个力量。透过我们一起的努力，我们重振新意，让它变成可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给我们自己掌声一下，好吗？再来一种就是讲，咱已经知影这种铁学啊，吼，实际上咧处事的时阵，佫有另外一种爱天无智慧。哦，基上的人，伊通常有权势，有权势本来就爱去做这代志，运用这个权去做代志。只是有权势的人，你做时拢会犯了一种太甚、伤过头的迄种问题。做人做事权势若伤强，会容易带来危险，还是怨恨。都头拄仔早上互我讲的，迄个20几岁迄个少年啊，伊感受到佛堂福音，也是感恩两字这种心情，伊就袂去放火烧佛堂。毋过伊若感受是怨恨的，伊真正有可能去要迄个来放火。啊，是啥物款的人会去伤着即个少年囡仔迄个心，互伊产生怨恨？通常毋是该年纪、该同款地位的人，有可能地位是在伊之上的人，无细致，讲着一句话，做一个动作，互伊伤着，伊种怨恨太大。有权的人去欺负迄无权的人，吼，上层做官的人去欺负老百姓，迄老百姓怨恨有大无？其实是大。哦，所以即句甲咱讲，咱若基上的人爱注意，你用迄个权势时，爱避免伤心伤强，即种的风格安尼。第二，做事，哦，即甲个性有关。做事若足急性的人，讲话就安怎？会不知不觉会紧会大声。第二，做代志爱紧的人催，紧做好了，紧做好了，啊，互人有压迫感。啊，即件代志歹做呢，叫你叫好势2工就做好，好势想想我做2礼拜嘛，无一定做会好，对不对？毋过顶面的人叫咱来2工就做好，啊，咱会安怎做？无就做个表面敷衍了事，因为刚做个2礼拜的代志嘛，啊，佮硬要做一个表面的谎报一个数字，实在若做袂出来，逃避，无另请高明。毋过做前辈这的人，做顶面的人，定无咧管遮济，得一句话落去，竟然2工做出来，紧，对不对？定拢安尼做代志，后下的一个慢慢啊离开。结果啥物人咧做？家己做。啊，所以变成累得半死。第二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所以这段甲咱讲，咱做代志莫伤急性，包括讲话，互我其实是一个足急性的人，讲嘛足紧的人。今仔家再讲台语，因为台语袂认得，只好一慢慢讲。啊，最前若捌听互我讲国语吼，那机关性咧大念了，
迄就是互我对于互我讲的，咱体会出互我其实是一个足吉祥的啦。那互我嘛定定不知不觉，真正犯了即种做代志做到尾拢只好大家家己做安尼啊，累得半死，佮成事不足的感受，其实互我嘛做者过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真人咧听咧看就知影啦。啊，这叮叮塔塔的过错，讲真啊，若要逐工来忏悔悔过吼，啊啦，毋知当时行会了。今年忏悔会感觉明年就无代志啊吗？明年继续咧走新业、新的过错、新的错误，拢一直咧犯，安尼怎办？有一个人伊做烦恼的，烦恼到毋知要怎办，伊走去庙寺，甲迄庙寺主是讲，互我大一站啊，因为我最近实在太烦恼、太痛苦了。啊，主是讲好啊，你大，啊大过工伊就甲主是讲，啊我住伫遮吼，若要做工课嘛歹势，请主持派一个工课互我。迄山顶的庙是范围足大，啊拢种迄篱笆树，主是讲啊无你若主美愿意，你甲阮篱笆树修剪一下，伊去设一个，我篱笆树我大。范围足长的吼，就讲好啊，我加，啊一群加挂，一工加挂，敢好，讲好啊。主要施主愿意，你就安尼做，你就逐工加挂，啊加一年加了10工啊，10工前加迄篱笆树佫发出来啊，哇！啊若佫遮长，佫继续加除草嘛呢，对不对？顶礼拜除的草，即礼拜佫发出来，伊就加10工了，伊就去啊，主持要安怎办？我甲我第10工了，第1工拢发开啊，嘛是还佫加，啊主持我笑，啊着佫加无免怎，就长啊嘛吼，伊佫加10工了咧，嘛是佫发出来啊。伊个人主持讲要安怎办？主持啊笑笑，面对烦恼就是安尼啊，烦恼起来你也无甲加掉，问题哪会解决？啊咱敢有可能境界遐拢袂发烦恼？迄草啊就是会发的啦。对伊就无种，对不对？啊，敢若种落啊吼，你就爱认命，该加就加。烦恼嘛是安尼，该除就是爱除。悔过忏悔是安尼，对咱境界拢做，完全拢袂犯过错啊。啊，无就逐当请逐个鼻仔摸下，乖乖啊，过来忏悔。一当忏悔，一当忏悔，敢对，是毋是安尼？就真两个人认同，会啦吼，台面的每一当拢来好啊忏悔，敢好？啊，而且爱真心的忏悔，倒啊哩啊加拢加对面的，敢有忏悔着？加草拢加草啊对面吼，我加做认真咧加的吼，啊其实草啊拢搁伫的，啊咱来遮忏悔拢忏一个形式的，有啦人坐咧遮心肠捌早就来过，对不对？还规日啊咧念标文拢伫遐打阮吼，安尼敢有效果？歹势，互我较早拢安尼想的啦。真是，这忏悔报阁无聊诶，坐遐久，目的只有一个时阵，我感觉有意义，就是规日啊念标文念了，应该有忏悔啊吧？自欺，是啊。当咱坐伫遮若无先困要来入这个班，咱迄届忏悔可能空中剪草。我讲个上过话，所以咱反思考看卖，其实不然当来，互我拢定啊空中剪草。希望互相勉励，课搁较无聊，若愿意听一句两句会受用，受用的是谁？家己。啊，若拒绝学习，无想要听道理，敢有契机？不会有契机，自我勉励，好不好？讲书搁较歹。念一句深入的话，拢加减吼受用，所以吼较做太太的啦吼。若无摕一寡深入的话吼，家己会自卑，因为咱人安怎讲的话拢无够圆满，深入的话较圆满。毋过呢，王经理啊，互我准备袂使拢课西拢起来咧念教安尼咧吼，念我若准备做一篇安尼念了就好啊，好像就可以交差了。听不出心得，咱修得嘛，袂使一工一工咧修样子，结果无心得，安尼代表咱嘛无认真修行，对不对？互相勉励，咁好，功课也好，修行也好，爱问家己有所得无，有进步无，有咧做无？
强烈刚好最前面言行举止袂使过于高调，无会惹来批评甲诽谤。有地位的人不会高调，不高调拢是默默的在做，对不对？迄真正是高人啊真正高人是安尼。毋过上好笑这办平水切的迄还个茶庄的，咱互相激励彼此，咱尽量的符合这种原则，安尼中庸33章有讲4月，注意点做一点因为这学校台语无标准，借大家声音互学校加减实际学校发一音4月，伊紧上紧，恶其文之毒呀，故君主之道，暗廉之日中，少年之道。直言之日亡，即句的意思就是讲，咱若穿一粒水的衫，已经足请呀。为着要较内敛、较低调，咱外口去套一领朴素的外衣，莫用一看到就知讲咱内底穿了足水的衫。迄一个比喻，一个做内在的人，外表就安那，表现较朴素一点啊。莫伤锋芒啊！比如是不是安尼？伊即句话是安尼，一个真正有地位人，伊会甲家己讲，袂使做代志，深入的甲迄个文显露出来。文是文采，拄就是先显露出来。希望伊袂爱甲伊迄个文采一直显露出来，袂爱变的意思。所以即种人看起来是暗然做代志默默咧做的人。其实是安怎？接触久了这人有内涵，大家对伊好收。所以，这种人咧做道务，渐渐会得到人的认同，会道善则得众，对不对？不善则失众。足善的人有一天会去体会，一久就知。若少年佫无共，足够典的，毋过无持续性这是经文的意思，互相来勉励。久一了解了无效，毋通对即种人，所以头仔放甲足请呀，尾仔煞渐渐没落去。这是中庸33章甲咱做勉励。来讲咱个人的修持，一个真修的君主，伊会重视的是内心的修持，毋是表面的功夫。修是好毋好，其实问咱家己内心，咱加点拢知。若无愿意往内心去探讨，实在去修的人，伊其实生命有可能是咧白来一趟。因为表面功夫敢会过关，是无法度过关的这是即种互我会体会安尼。搁落来讲与世无争，与世无争的智慧。一个处事低调的人，敢会甲人争？袂，咱拢知影《道德经》有甲咱讲莫争的即种道理。就算你有做嘛袂去居功，这拢是《道德经》甲咱的勉励。毋过足奇怪，为虾米会争？清净经安尼甲咱讲我讲我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执德。执着是者不明道德，原因是执着二字。啥物物件互咱执着？即个杯互我足介意的，无会痛苦，这叫做执着。我想买物件就产生一种执着的心，对不对？即个物件是大家拢买，安尼就会变争。互我足介意即个杯无人甲互我争无代志。互我摕来就好啦，因为呾互我买尔。即个物件若众人要争就出现啦。世俗人咧争啥？争名争利对不对？修道人咧争啥？修道人为境界较袂晓圆满的，真正会争对不对？是毋是？圣人是无咧争，毋过咱境界较歹，老师讲，你们争的是什么呢？
咱老师啊，安尼甲咱请教，咱敢有咧争？咱就讲老师啊，没有在争，绝对没有。因为我也不敢争，吼，安尼，咱们安尼演，不过实际上咱有咧争无？扪心自问，一旦咱的心内产生一种争的念头，老师讲哦，咱就等于咧画地自限。啊，咱若愈爱争，越画地自限，结果就家己关伫一个家己起的牢笼内底尔。啊，伫咧生活的间来看咱咧争物件，其实是足无价值的，足好笑的。毋过咱个争甲足理所当然的，无可能。第一个叫争面子，第二个叫争是非。我讲个较对啦，就安尼做较对，拢会争啊。第三个争地位，我争迄个，这位应该是爱我坐较对，我无爱我徛较对，毋知安尼袂吼？啊，你后巷呢？他会对前人讲话安尼吼，你就应该有礼貌较对，敢会争？家己拢感觉我是真诶，爱受到尊重。啊，若看互较无够尊重吼，迄心内就开始起毛病，会艰苦，会想要共指正。来，少年来，我甲你讲吼，看到真诶，才爱安怎吼，是毋是安尼？表面上咱拢讲咱无咧争，其实敢有咧争？有啦，争一种感觉，因为我是真诶。啊，爸仔囝敢有咧争？我是爸爸，爱听话。我们讲的话一定对吗？啊，乖的哈，来道中入班，点点坐伫遮，袂走，袂使讲话，袂使共伊吵，安尼讲敢对？拢做对的吼。毋过即个囡仔3岁，先甲咱讲这话，敢有效果？歹论。吼，角度无共，人对象无共，时机无共，有可能对的话变成毋对。毋过咱足坚持，对一个3岁囡仔要求安尼请教，安尼敢对？都无一定对啊，对毋对？吼，毋过咱会争哦，一定着安尼哦。吼，这好好感觉，互恁做分享。吼，咱来看一个影片。你看陆明威的表情啊，哪安尼？敢有看到？你争啥？你争迄个飞盘吗？人都很奇怪，你是人，你家只狗咧争啥，对不对吼？是不是？而且呢，那个你教啥物人咧争啊？生活敢甲咱争？前辈才敢有需要甲后学争？我安尼讲无啥对吼，毋过咱思考看下，咱不知不觉真正做一寡动作，我感觉足奇怪。好像嘛拢会安尼啊，不小心就校长兼讲经，敢有可能？啊，咱真正在做好做，咱拢互你做得好，阮拢伫边仔看，啊无阮就负责做拍手部队，不然做听众就好了。所以道中某一种现象是安怎？90%的工课，10%的人在做，不是事事有人做，不是人人有事做。咱若分配互公平，但拢加减有人做，各得其位，安尼其实是较好的。啊，为啥偏开始90%的工课，拢有10%的人在做？因为10%太老了。啊，就阮做开的。做出水准，啊！恁做拢无啥够水准，啊来，你做这摆，我家己做就好啊。发展啊，这个过程啊，讲真诶啊，迄有能力的人不知不觉露出这种不好的感觉。去搞做代志的人吼，其实就两字出现叫做古魔。做无甲遮尔好吼，较无下去。
就是咱体会这种感觉。迄听百万音响，听惯势的人，听这一般的迄个卡拉 OK 机吼，听袂到，有够歹听。代志做甲严格惯势的人，看袂过做代志凊彩的人。啊，代志到底是爱做较好的，还是做凊彩？道理当然是爱做较好的。啊，不过若是咱坚持要做好，否定别人做了无够好，结果就变心。较过拢咱咧做，这中间嘛有分寸拿捏的智慧问题，对不对？哦，互我提出来分享哈。不知不觉，咱嘛拢会造了一个牢笼，甲家己关开，较过拢咱家己做得好啊，安尼。哦，分享哦。好，这句重点叫咱卖争道名道利，哦，做代志默默的做，默默的去耕耘就好啊。我觉得健康的心态，报恩了愿。老实去修道安尼袂使，虽然工课做还蛮做的，道理嘛无啥样讲，人嘛无做飘飘啊，吼，嘛无做公业。毋过老实讲啊，上免处一点的精心加心意呢。所以会当道成天上的人，无一定是居上位人，对不对？实实在在咧做，默默咧做人，有可能信的功果足大的，只是伊无来披结缘训尔。过去我捌看过文者，迄个叫王龙坛主，王啊羽绒衣的迄个用迄款，迄是某一个单位的前辈者，伊无啥捌字，啊嘛毋是点传书，嘛无做到道中的啥物有。重要的干部，伊安尼实实在在做一个单主，度做侪人，叫做上天封伊菩萨的果位。哦，若有机会看到一本册吼，王龙迄个菩萨的迄个结缘训吼，就让知讲，原来这个老菩萨法是实实在在咧修，默默的修，然后成一个菩萨的果位。哦，毋是讲道理人一定信哦，实实在在是。脚踏实地人咧信安尼。第二点来讲，天公礼敬以用德吼，德行是啥物吼？老师讲，迄就是行于有中，行于外的表现。而且外头的时代修道爱以德行为重，吼啊，所以咱修道的过程就是爱知影通养德吼，用德，请教诸位人要安怎用德。行功立德，会当用德，对不对？会当接受的举手一下，咱拢较认真来行功立德，安尼咱能养德，会当接受的真正请举手。哦，我袂真正，啊，佮无啥会当接受，无代表用对哈，互我大家注意一下探讨。咱人加减拢有德性、德性，甲有习性。啥物叫做真正的行功立德？有当时需要做思考。过去咧听到行功立德，拢叫做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加度人，对不对？加来道中参拜，加来做道中的信徒，就叫做行功立德。袂使讲这话毋对。毋过经过真侪年咧小办了，有一天发觉一句话做好耍的。修道几60冬啊，几60冬来的脾气毛病，那上无改。30冬前足严重的问题，到即摆嘛是足严重。30年以前脾气真歹，即摆嘛是真歹。哦，迄叫做习性无改。到底修道是行功立德较重要，还是爱改这个习性较重要？那是两项拢重要。我们只是漏掉了改习性这个行为去思想，无可能。有咧行功立德，毋过因为习性无改，结果只有得到福德，无功德。注意点，会当接受吗？啥物叫做真正的功德？是咱这段要来做探讨。啥物叫做真正的德性？
有德行的人，伊所讲所做的代志，就是有功德的代志，所以才会当接受。哦，所以真正的扬德，迄种德性是在内的啦。爱对内心的世界去好好啊甲修持。哦，咱才会当真正扬殊德性。哦，谦恭礼敬的德行，互我用三角度来甲注意做探讨。哦，第一叫做内心谦下，第二叫外形有礼。这段第二段叫做礼敬诸佛，礼敬众生。第三段叫做功德在发心中，不在修福。哦，分三个角度来探讨什么叫做德性这个问题。哦，第一段叫做内心的谦下，外形有礼。这就说大经有讲哦，内心谦下是功，外形有礼是德。我相信诸位前有捌听过，所以谦甲礼是足重要的物件。谦在内心的一种境界，礼是那像外口的一种行为。即摆就来问啊，问家己的内心，啥物叫真正的叫做谦？咱拢可能会当认同谦虚足重要。真正咧修的人，应该是会当修出谦的德行。请问安怎叫做谦下？老师讲吼，不生公母，骄悵之心。第二，成功甲失败当中，拢会让平等心处境。哦，这是老师甲咱做分享的。就是呢，什么款的人需要谦这个感觉？谦的对面就是骄啦吼。啊，什么款的较容易骄，还是骄悵？无能力的人，敢会容易骄？袂。生了真抱歉的人吼，敢会忝？袂。这就是有才华、生了水、有能力的人，容易犯的弊病。当然，有一点仔才华，因其实足侪前人里头叫做好学的咧，经典办道的能力愈来愈好。拢君子不器，18般的武艺拢学了真好。只是伫这能力甲道学的培养的过程内底，若无即个谦的信念，咱就会不知不觉流露出骄纵的迄种态度。后学其实犯即个过程真严重。伫咧少年的时阵啊，因为读册可能在那稍微可以。考的学校都算明星的学校，就最容易不知不觉骄纵。就爸爸妈妈讲爱来入班，对不对？去入班就无介爱入班，对不对？就坐伫啊，会产生一种心理。这个讲师讲安尼慢，我袂讲，我袂单。若我来讲，也比较硬。我感觉我读册应该读比较侪安尼啦吼，所以我下日子也共听咧解说不合理，当下足侪这种心理生出来。学习愈的人愈不知不觉安尼，我阵有查到这个心理毋好，无对大学的交通突然嘛当咱时阵安尼啦吼，那种骄纵的心，每一个人听道理，毋是要设受真理。拢在咧评判别人，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好朋友跟后学分享讲，其实做代志能力真好，做人看起嘛袂歹，毋过就是一个屈势，有点自大，有点是客气的说法啦，对不对哈？其实是蛮自大的。
我弄了一下，你恭敬的恭敬安尼吼，然后拍拍后学的肩膀，好朋友才跟你讲实话。我迄讲就吼失眠啊，修班的遮侪当，互人一种感觉蛮自大的。啊，扪心自问，他照镜，迄人就遐照镜，懵笑。我的脸有写了骄纵2个字吗？啊，愈看真正愈有呢。原来伫讲话语气内底，为人处事的态度方面，不知不觉就是一种傲气。家己讲迄叫做骨气啦，吼，咁样吼。主持人你也看，或许迄个傲气嗰个啊，自闭那个基调之类，或许真的，一不知不觉就会发现，已经流露出傲气吼，互人感觉到自己都不知道。啊，嗰啲激性的吼，我话讲了，佢都变变样叫，哦，所以好在啊，一直都有在道场学习，慢慢察觉到自己有这种问题。也希望慢慢修了哈，希望1年比1年好，好不好？各位先生，祝后学可以吗？过来一种心法，把做严重叫做得失心啊。最后想的，互人讲，互我出一支头壳啊，出一条头壳甲一支喙，啊，计划一大离案，互人做。啊，若计划做来有好吼，有成功的感觉安怎？啊，出欢喜。啊，若失败了。啊，就加几啊笑哦，黑暗啊，那个微信公无啦，也有一种无奈感、无力感，对不对？其实这种得失心哦，困扰或许足侪重的啦。虽然甲你讲啊，莫计较，莫计较，莫计较吼，啊，其实吼，嘛是拢足计较啦。啊，就听着就足艰苦的安尼吼，就甲好一个同事，恁一贯得一定有问题啦。迄个感觉差不多，迄敢是得失心的一种。是啦，爱人肯定，爱人学乐，唔爱人甲咱否定。啊，其实人袂足，人嘛是调工要甲咱否定，啊，不过咱就听着足惨白的啊，足惨的啦，就是种这种感觉的。维系之中，忽然发现家己的心境其实不怎么样，可是慢慢去追踪迄种原因，就是得失心3字。修办倒来，咱渐渐咱较无得失心的，互我相信啊，互我会修比即摆较好。毋过歹势，互我真有得失心，不知不觉也就流露出来了。其实会知影，功课讲好有得失心无？主持人有感觉好是足紧张？无吼，可讲了就是前人啊，递毛巾给前人，递完毛巾之后吼，服务浅显就可以吃。足慈悲的一杯茶互好势，好势一下子喝完了，就是讲，你规杯啉了了，啊好势就讲，讲到紧了，喙有够大，紧张去做到喙大对不对吼？是啊，我甲发觉家己的境界如此而已。诸位有兴趣来了吧？学习在这边练习一下，看自己会不会紧张。其实我功德。徛讲台机会算真多啊！翻译做老师，啊来道场，佫有足侪机会徛讲台讲课，啊结果嘛是紧张甲屁屁喘，紧张甲喙作喙干，不身历其中不知道各中的滋味。不过嘛，安尼来反思自己，原来后学的得失心仍然还是很强希望。诸位前贤也不吝指教，这样好不好？后续还有这些问题，再来看礼节的问题外形仪礼，什么叫做礼？90度的鞠躬吗？还是穿道袍叫做礼？还是要发佛号口令的人叫做知影礼？什么款的人才叫做知影礼？什么款的人才叫遵守不规礼节？那不规礼节目的就是要希望道场安怎上下和谐，同心同德，大家做代志一定依循的方向跟准则，袂产生误会误解，还是叫做礼节的目的，对不对？论语讲礼之用，什么为贵？和为贵嘛。
若讲即个道场礼节教甲足好诶，结果拢无一点仔和气，也是和气无好。请问即个道场叫做礼节好吗？无好。要安怎看一个道场礼节好？上下有没有和气？有没有一心一德？几啊年前，我当出来教册时阵一个先辈讲，某一个教育部长讲吼，要看一个校办了好歹，去看两个所在，一个叫做扁所，一个叫做粪扫场。我少年的时阵，囡仔时代迄校拢有垃圾场，对不对？佮爱扫垃圾会臭味。啊，便所会差袂，一个校办啊好毋好，看迄两个所在就知影。啊，一个福堂，要看这两个所在，便所甲厨房。所以咱二号性两个便所甲厨房水准如何啊？咱若真正礼节做了有够诶，来看。我有一工带一个朋友来义和省，迄工都放甲道场都无啥人，因为毋是拜六礼拜，趁兴就来参观。阮的道场来看卖啊，来行哦，真大！我咧行到便所尿一下，一个讲哦，恁的便所足干净嘞，恁请几个人咧扫啊？我就甲讲，我咧看即摆国堂几个人，啊无几个，啊无恁拢无利用吗？啊那个顿点者，啊无利用嘛灰尘啊。啊，无咯，佮无啥灰尘诶，今仔个毋是假释诶。那个好印就讲，恁道场水准赞。大家拍拍一下好。咱敢有带道亲来上咱的厕所，互咱捌足见笑安尼。吼，这啥物人的功能？注意检验的功能。咱就实在甲咱的厕所表现出水准。安尼厨房诶。那想嘛袂歹歹啦，对不对？有信心点吼。当然，咱若要较苛求一下，咱佫有进步的空间，对不对？包括便所也是厨房，毋过咱是互相勉励，一个在礼一个人，在咱着咱用扫便所，咱就甲扫好清气；着咱用厨房，咱就甲厨房整理好啊，足清气。迄就是咱的水准。咱会当尽量勉励咱来做好，安尼咱就是一个有规礼节。学了好诶人，这是一种外形的礼节，佫有一种叫做气氛的礼节。一个道场若有真正有规礼节好，和气之外，佫有一个感觉就是恁若一家人。咱对亲人毕恭毕敬，毋过心里离前人很遥远。迄叫做表面功夫。所以咱教授华讲即个话，同修之间拢鞠躬哦，慈悲哦，感恩哦，啊毋过咧不能够相知相惜，是非的话讲足多，安尼嘛是礼节学了无好。若真正礼节学了好，大家互相尊重，大家同修共办。莫因为什物点传书啦、领任啦、组长这种的头衔，分家啦，愈来愈遥远，人家人煞愈来愈会亲。咱毋是拢因道而亲吗？煞因遮的头衔而远啊！我甲诸前勉励，咱甲遮的头衔放低，把道情拉上来。无永远是真人家人种种，毋过咱拢足合合，咱拢是一家人，这种感觉甲带动出来，刚好大家真心喜爱这个道场，真心要把这个道场营造一个有水准的道场，而不是表面来咧听课会鞠躬，毋过总冷淡的一个道场。所以今日我感觉咱道场感激足你。若有爱检讨吼，好不好？啊，若无，咱来努力维持。好，这个道场是一个温馨而和气的道场，然后，哦，按这个道场的样子，哦，啊，
礼节嘛，包括代志爱做了有安那，有一定的规矩，袂使凊彩。我讲的变错的就是不应该凊彩，做事嘛是尽力去做，迄拢是礼节种规范。当然感觉凊彩无要紧，凊彩无要紧，即、个道场就愈来愈安那散漫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袂使因为讲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就变成凊彩。哦，这中间嘛有分寸拿捏的问题，这需要智慧来做判断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真正外形伊咧内心，佫真正是安怎欠下的时阵，咱就要显示出不言之教。道夫的真正伫这种不言之教的氛围，愈来愈疯癫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最后好，哦，咱来礼敬诸佛，礼敬众生，哦，佛，咱拢做恭敬的。毋过老师讲，迄茶头仔摕，石头摕，无是真正的佛。碗的佛较是重要，对不对？啥物是外佛？学习善佛的行为的、自悲心的，迄就是外佛。所以前人者会当是外佛，咱家己嘛会使是外佛，对不对？众生敢会当是外佛？会啊。所以众生是未来佛，咱即当咧学佛，咱拢是佛。只要咱的心内当平定，咱不只爱礼敬诸佛，咱更加需要礼敬众生。礼敬诸佛的过程，嘛着爱礼敬真贤，因为真贤是善佛的化身，徛伫头前，示现互咱看，因愿意为道牺牲奉献，这就是前贤，对不对？逐日咱礼敬，众生是要成就咱的，嘛逐日咱礼敬。哦，最后哦，功德伫发心中，不在修福。啥物叫发心？即阵是样子的，佛道吼，离世时叫做正法时代，迄阵佛教无去佛像，经过几百年了吼，毋知要怎介绍啥物是佛，啥物是菩萨，所以开始造佛像，讲要借相名利，对不对？毋过佛道就讲哦，迄叫做相法时代。啊，你若相法时代掠了无正确，就变成末法时代。大家去有迄个相迷惑了，找不到真佛在哪里。啊是啥物叫真佛？向外密的都不是真佛。毋过，足侪人咧想的过程里面，毋知影原来迄发心迄个真佛是咱家己心佛。当然啦，觅得到咱家己真佛，咱就照见咱家己本来的面目，对不对？咱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，原来一切咱都看足清楚啊。咱所讲所行的拢是佛的境界，安尼咱就是真佛现身。哦，功德就在这里。哦，所以牛魔得做出多，拢是表面的。达摩祖师爷讲，实无功德。啊，哪边有功德呢？有一句话，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所以从我们本性下手，功德就会在法身中啊！不要执着只有修福这样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的学习到这哦。那讲了过头，还是时间前面，请注意就包含啊，创活所在过去的时候，才先会把咱下水啊，前头会把咱积德啊，各位人员多多包涵，谢谢。大众请起立。感谢两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我们再次热烈掌声，感谢两师慈悲。各位坐现，咱即马休困时间吼，咱休困到3:20分，咱请坐现提早入来吼，咱即马开始休困啦。